有日啦，卡比響喺屋企嘅陽台上發現咗一個奇怪嘅藍色氣球，上面寫住勇敢嘅冒險者，請跟住我。卡比響好奇咁望住氣球，呢個係咩嚟㗎？卡比響問。肥貓笑咗笑啦，呢個係一個會帶你去天空城堡嘅神奇氣球，但係要通過一個小試驗先可以去。點解要試驗啊？卡比響好奇咁問。肥貓解釋，因為天空城堡係一個神秘嘅地方，只有勇敢同聰明嘅冒險者先可以去到。卡比響聽咗之後，眼睛一亮，我一定可以做到嘅。肥貓點點頭，好，我會幫你。氣球慢慢升起，佢哋嚟到一個小山坡，上面有一個用雲朵做嘅樓梯，要通過呢個樓梯先可以去到天空城堡。肥貓話。卡比響興奮咁行上樓梯，但係樓梯好滑，佢爭啲跌咗落去。肥貓捉住佢，小心啲，要慢慢嚟。卡比響最後成功行到樓梯嘅頂部，樓梯嘅頂部有一個小門，卡比響慢慢打開門，一個小天使出現喺門口，微笑咁話歡迎嚟到天空城堡，但係要通過最後一個試驗先可以入去。小天使帶佢哋嚟到一個大迷宮。佢要通過呢個迷宮先可以去到天空城堡啊！小天使話：迷宮裏邊有好多轉彎啊，卡比響爭啲迷路，但係肥貓一直跟住佢，提醒佢方向。咁最後呢，佢哋成功咧走出迷宮。小天使再出現喺佢哋面前，微笑咁話：恭喜你哋通過試驗，可以去到天空城堡啦！佢哋嚟到一個閃閃發光嘅城堡前。呢個係天空城堡，一個充滿奇幻同歡樂嘅地方。小天使話：佢哋行入城堡，發現裏面有好多奇妙嘅嘢，有會飛嘅小精靈，會唱歌嘅樹木，仲有會跳舞嘅雲朵。最後，佢哋嚟到城堡嘅中心，上面有一個大猩猩。呢個係天空城堡嘅心臟，可以實現你一個小小願望嘅星星。小天使話：卡比響走上前。輕輕咁對星星講：我希望可以同肥貓有更多嘅奇妙冒險。咁星星咧就發出一陣柔和嘅光芒啊。咁小天使微笑，你嘅願望已經實現啦。最後卡比響同肥貓返到屋企，咁外面嘅天空中咧出現咗一道美麗嘅彩虹。卡比響開心咁講：肥貓，今日嘅冒險好好玩，我好期待下一次。肥貓點點頭，我亦都好期待。卡比響。因為有你，每一日都變得好奇妙。